喂，依依啊，你在哪？啊，我和我哥在楼下乘凉呢，一会儿我们还要去便利店买点东西，你们慢慢聊啊。你骗我是不是啊？啊，你们要走了？啊，我们在下象棋呢，马上就上了。对啊，喂，信号不好，哎妈，听不见。喂，依依啊！我打给小娟。喂，小姨。喂，小俊啊，你老实跟小姨说，我们家依依是不是跟张健健到张健健那里去了？小姨，你就让他们在一起吧。天下最美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了。Oh my god， 姐，管都管不住他呀，劝都没有用，你说我怎么办啊？那刚才电话里小俊怎么说呀？他说，这世上莫过于最美丽的事情就是他们两个。姐，是不是我们家依依跟张健健有接触啦？哦，我养这个女儿，我怎么这么揪心啊，姐！哎呦，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好像有点理解老王了。是哦，养个闺女比养儿子要操心多了哦。你要把我当成你妈，你今天就好好的待在家里。我是你的女儿，我又不是你的私人物品，你凭什么剥夺我出门的权利啊？依依呀，你不要再出去被那个大小姐当垫背的啦。健健又没有亲口说过他喜欢葡萄，我只知道健健亲口说过他最想和我一起做生意，一起开面馆，所以我一定会和他一直做下去的。你真是死不悔改！我为你操碎了心，你居然这么没有良心！我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是没良心了，我和你给我安排好的人在一起就是有良心了，对吗？你从小到大抚养我，就是为了让我报答你，对吗？那你可以直说，你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阻止我去追求我的幸福。依依呀，妈妈把你养这么大，你认为我是要让你报答我啊？难道不是吗？不然哪家的妈妈会阻止他们的女儿去追求她的幸福呢？因为我有病。我这个妈妈想把我自己心肝宝贝好好的呵护在手心里，害怕她受到一点点伤害的行为是有病的。妈，我理解你的同时，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依依，胡导，这里太晒了，那边有个咖啡厅，你去那边歇会儿吧。那怎么行啊？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咱们是最坚实的合伙人，我当然要陪你啊。哎，对了，健健，我们2个人的餐厅，我打算开在最繁华的商业街。2个人的餐厅？我说的是我们的店名。啊，我还以为你说就我们2个人合伙呢。是由我们2个人合伙呀。是我爸那儿的投资经理说的，只有合伙人有不可替代的特长的时候，风投才能投给我们更多的钱。一旦上市的话，我们就能拥有原始股了。上市？这也太遥远了吧！一点儿都不遥远。胡导，要是以前呢，你跟我说这样的事情，我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的。但是现在，怎么是我说的创业未来太大吓着你了？其实有梦想啊是好事情，
你说那些创业者，谁不想成为比尔盖茨？可是我觉得，如果梦想太大的话，最后一定会让自己失望的。不大，我觉得你根本不用操心什么创业的事情，你在自己家的公司干就能很好啊。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想我们能在一起，做一点属于我们自己的事儿。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要做可以，只是依依一定要参加，除非他自己明确的说他不想参加，我才可以跟着你干。喂，葡萄，要做连锁，不是一开始就说好就开这个小面馆好好做吗？依依，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问问看你的意思。如果你对连锁不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不参加。葡萄，我跟健健就是想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做点小本生意。你们家那些高大上的生意，我做不来。那你确定不参加我的连锁项目，可就不能反悔了？我不会后悔的。只要健健还想做这个实在面馆，我就不会三心二意的在想别的事情的。那说话算数，一言为定，盖章。老王啊，那个就为那天的事儿哈，我觉得我这话呀，他说的太重了，你别生气啊。就那天我看见美凤对他们家依依，哎呦，那个真是太担心了。我一下就明白了，老王，我理解你对可可的关心和爱，真的。但是这个问题吧，我呢也对我们家小俊心也挺重的，我也怕小俊受伤害，对吧？但是这个事儿错呀，一开始确实是小俊错了，是吧？那么我呢，总是站在小俊的角度去想问题，就这一味的替小俊说话，这确实是特别不近人情，希望你能原谅啊。这人呐，都是替自己孩子着想，是吧？说是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一般也都做不到啊。我让可可啊，离小俊远一点呢，就是希望这俩孩子呢，就是冷静的考虑考虑。对呀，冷静。你的意思不是让他们离婚，对吧？你也不想让他们分开，是不是啊？那所以咱们俩呢，就应该站在一条阵线上，对吧？一起促成让他们复合。哎，你看这小俊错了是吧？那可可该怎么惩罚他？那让可可去做这个惩罚。那你也不能说让可可用离婚这样的办法呀，这样的办法对可可也不好啊。小俊这个事儿啊，我还真不愿意提。可是我一问可可吧，就知道埋头工作，就跟我讲他要冷静冷静。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冷静。哎，老王，你说会不会是这样？这俩孩子一天到晚一块加班啊？哎，他们俩已经和好了，只是瞒着咱俩，让咱俩不知道呢。我希望你们两个部门加紧合作，尽快的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但是，在原有的宣传效果上面，现在要减少1/3的预算。健健，哎，你们两个怎么一起来了？说吧，依依。我们葡萄准备开连锁店了，以后她就是女老板了。依依，以后如果你想去我店吃饭的话，你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给你免单，怎么样？一言为定啊！健健，以后我们天天去葡萄的店里面蹭饭吃，好不好？在
在困难面前，包容跟合作显得更重要。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就算他们没有困难，我们也要给他们制造出困难来。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点点滴滴，其实可能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但是只要用心感受，这些事情到后来都会成为生活中的亮点。我相信他们现在正在享受惊喜所带来的刺激吧。我只是希望他们和好以后，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番苦心。这个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相信，只要用心，就能感受到很多事情。就像你那个时候去找齐志强，不就是用你对我的真实的情感来感动了他吗？可是当时你并不在场啊，你怎么知道的？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你要知道，出来混都是要还的。预算缩减了1/3，那就说这个活动不能在酒店举行了。要不，试试我的建议？他们一定会在活动的发布地点上做文章。节约成本的关键确实在控制硬件的成本。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性价比更好的方案，那确实是为公司创造了价值。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里面卸下对彼此的隔阂，那么才是最珍贵的事情。真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你看，咱们公司和骑士公司就是不一样，我们允许夫妻在公司共同工作，增加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难以想象，一对夫妻在公司隐婚，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现在想想确实挺好笑的。那个时候，每天上班一个先来，一个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要躲着其他人一块儿吃。然后，但是又隐藏不了，情不自禁流露出来对对方的关心。总之呢，是各种别扭。这也太好笑了吧！你们以前不是也有段时间隐瞒彼此的关系吗？我觉得这对相爱中的人来说，实在好难过。现在想想，以前在公司隐婚的时候多么不容易啊！隐婚根本就是个错。那你怎么兼顾家庭跟工作呢？你结婚了吗？我单身。可可，你们在隐婚？总之啊，这个隐婚是不行的。他饮酒了以后，他就是会出问题的。亲爱的，嗨，亲爱的。哎，你下次能不能看看周围环境啊？我哪知道可可，既然咱们俩是夫妻的事情快被发现了，还不如有一个人主动的离开。我申请外调。什么味道？哎，哪有什么味道？你鼻子是不是又过敏了呀？啊？鼻子过敏了吗？豪华酒店，2000块。你
昨天请老板喝酒花了2000块啊！新公司，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女的？什么呀？到底男的还是女的？小俊，我再最后问你一次，你们公司老板到底是谁？卓然公司，就是沈兰卓的公司。你怎么知道的？你要不想别人知道，你藏好一点。果果说的对，如果我不满足，就当一个小财务。我要是在工作上有所成就的话，你也不会顶着隐婚的压力出来工作。可可，如果你在职场上压力非常大的话，我可以比以前努力的100倍，让你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我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压力，我也不需要找人家的肩膀靠。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吗？李总监，如果你需要谈工作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谈别的就不必了。刚出门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的，这怎么一回来又不好了呀？没什么呀。可可，你说吧，你到底想让李小俊怎么做你才能满意？你要是想他给你摘星星、摘月亮，我马上把他派到宇航局，行了吧？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李小俊，你怎么就不会哄女生呢？我都想不通，你当年是怎么把可可追到手的？当初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你现在应该比以前更加了解他，更加知道他的需求，不是吗？我是知道他要什么，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他要什么你给不了啊？他现在要什么我都给不了。一个给不了，一个不知道要什么，这都什么呀？小俊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妈妈？你能不能告诉妈妈？啊？我有什么事瞒着你啊？不是，你是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呀？那个，先透露一点点，告诉我。我没有什么惊喜要给你啊。哎呀，就是你和可可加班，对吧？然后你们怎么加完班了以后就去了那边呢？哦，我跟可可本来是在加班，结果他爸给他打个电话说身体不舒服，那我俩一着急就过去看看嘛，没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这原因啊？我现在跟他只是工作关系，除了我能接受在办公室见到他，其他时候我不想看见这个人。妈，可可她现在想要的我没有办法给她，我也没有办法让她理解我的心情。可可想要什么呀？只要她说出来，就算是咱们家呀砸锅卖铁倾家荡产，妈妈也能做到。说她想要什么？她想要沈兰卓把这个事情跟她说清楚。那个女人呢？那个女人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说呀？今天客人很多，辛苦你们俩了。不辛苦，其实累点才好呢，省得回家我妈都唠叨我。哎，你们俩在这坐会儿，我去把那边收拾一下，然后送你们回家吧。好啊。哎，依依，要不我送你回家吧？健健都累了一天了，让他回去早点休息。也好，那时间也不早了，健健我们就先走了。也行，那你们先走吧。那个回家告诉我一声。拜拜。依依，不好意思，我可能送不了你了。我爸今天在医院陪了沈兰卓一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太晚回去我会害怕的。没关系，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你也是累了一天了。那你打车回去，别坐公交了，到了家给我说一声。好，你放心吧，你也是，开车注意安全。我先走啦，拜拜。拜。静静忙了一天，肚子应该饿了吧？健健，哎，葡萄，你这么快把依依送回家了？没有，依依她自己打车回去了。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钥匙好像落在店里了。钥匙？我没看见什么钥匙啊。那没关系，我回家叫小区保安帮我开门吧。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我把这边收拾完了，我也回去了。哎，健健，你不想知道依依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连锁项目吗？他怎么说的？啊，他也没说什么，意思就是他想听他妈妈的话，不再参与到我们中间的事儿了。我就知道，他妈妈一定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阻力。你们什么意思啊？啊，我是说我们开店的事情。哎，对了，健健，你说我们的新餐厅装修成什么风格比较好呀？葡萄，依依知道是我们两个开餐厅吗？还是她只是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开餐厅？你有跟她说清楚吗？我怎么，这重要吗？她只跟我说她不想参与这个连锁项目，她也没有关心有没有其他人参与啊。再说他家里的阻力这么大，我们又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就别为难他了。你愿意看到他每天这样和他妈妈反目吗？我当然不想。那不就好了吗？被我猜中了吧？啊，他张健健还是喜欢葡萄，不喜欢你吧？你还把他们当朋友，你现在看清楚了？妈妈就跟你说过，张健健不是一个靠谱的男人，你偏偏不信。还好啊，你没有跟他有什么，要不然啊，你吃亏吃大了。妈，你说男人是不是都这么不靠谱啊？你看我哥这么老实的人，他也出轨了，我以后是不是不该再相信男人说的话了？依呀，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不靠谱，是你呀还没有碰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依呀，要想忘记张健健啊，妈妈就给你介绍一个靠谱的男朋友。妈，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你要再说给我介绍男朋友的事儿，那我可就厚着脸皮回去找张健健啦。反正他以前追葡萄的时候，我不是没当过电灯泡。你脑子是不是又被枪打过了？哎呦，你臭丫头！妈，你说我到底该怎么选？我想和葡萄一起开连锁店，毕竟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可是我又不能甩开依依，毕竟我在那么困难的时候，她曾经那么帮助过我。妈，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人家不是说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张健健整天跟着那个葡萄，他还不是看上人家那点钱啊？今天晚上，葡萄会选谁？是张健健他需要葡萄，他不需要你。我让你选的是
我们两个合伙人之间，你选择谁继续合作？这个我也没有想好。不过依依，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问题的关键在，一个男人没有钱，是个穷光蛋的时候，同时遇到2个女人，一个女人有钱可以帮他，一个女人没有钱不能帮他。你认为一个男人他会选择谁？我是9号，我愿意一直守在你身边，只要你喜欢，我做什么都可以。张倩倩，你干嘛？辅导，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是真心的。怎么样？怎么样？好吃。真的吗？也许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吧，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好高骛远了。就像我们这家面馆的名字一样，实在面，你要实实在在，脚踏实地。他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我是开始喜欢他了吗？果果，这都签好了，谢谢啊。哎，我怎么在里边看见李小娟的名字啊？现在呢，王可可还有李小娟都是我们公司的正式员工。果果，你太够意思了，你解决了他们俩夫妻的就业问题啊。哎，那他们俩现在怎么样了？其实呢，把他们2个请到公司呢，有2个原因。第一，他们确实是这方面的人才；第二呢，我希望通过工作这个机会，给他们制造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彼此加深了解，重新认识，重燃爱的火花。他们这样每天朝夕相处，哎，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倩啊，要不你也到公司来吧，这样我们3个人就能一直在一起了。况且你做了这么多年的保险，肯定看人特别准。就这样，你到公司做 HR。我现在哪有时间啊？我婆婆现在还没醒呢，大豆子还得接送。哎，算了吧 ，HR 我也没做过。哎，倒是可可跟小俊现在在你们公司，你得多给他制造点机会啊。我每天光忙着给他们制造机会了，放心吧，我一定会发挥出我全部的力量。刚得到可靠消息，又一家竞争者要在近期内展销我们的项目。现在游艇项目越来越热，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啊。所以说呀，我们要加快速度，赶在他们前面。那我马上跟供应商联系。我也尽快让他们给一个新的活动报价。好。可可，我送你回去吧。不用。每天接你上班，送你下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就让我送你回去吧。不用。
还跟着我？谁说我跟着你？我们住同一个小区，我回家不行。哎，小俊，妈，你是跟可可一起回来的？对啊。坐你这小破车？不是，我俩走回来的。走回来的？那么远的路走回来的呀？哎呦，那在路上一定聊了很多吧？什么都没有说。你们聊什么了？告诉妈妈。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妈你别问了，我先上去了。啊。哎，肯定是有情况，还跟我装。可可，我让你离这个小俊远一点儿。你们虽然现在是在一个公司上班，可现在怎么又一起下班，一起回家了？啊？如果你要是打不到车，老爸去接你，老爸陪你回来，行了吧？爸，你这是干嘛呀？什么叫干嘛呀？我现在不想要这个女婿了，我让你跟他离婚，啊，你不用照顾爸爸的感受，我现在让你快刀斩乱麻，跟他断了。我就不相信我女儿这么好的条件，还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爸，能不能别再提这件事情了？我想冷静冷静。公关公司那边呢说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在海面办这样一场发布会，但是比你之前谈的价格可能要高一些。怎么会？我去谈的时候，他们都说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你一去谈，他们就给你加价？这些公关公司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想方设法的钻一些空子，多赚一些钱，这些咱们都可以理解。那怎么办呢？活动迫在眉睫，他们现在临时加价，可能是他们太忙了吧。这叫不守信用，我就应该找他们去。你也不用急了，反正呢，我又多找了几家公关公司，我们可以多比较比较。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备选。什么？临时变卦了？这供应商也太不靠谱了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多找几家公关公司对比一下价格吧。哎，不过签合同之前，你先跟我说一声，我了解情况。行。李小俊，你跟可可一起去吧。你对这个项目比较了解，你要全力配合他的。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喂，老陈，是我。你晚一点给那个王可可打一个电话，你就跟他说这个预算的事儿可以做的。好，反正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啊！谢谢你啊，拜拜。这家报价是合理的，但是产品服务一般。那我们也不用太着急了，不是还找了其他2家吗？咱们过去看看吧。走吧。走。葡萄，你在干什么？爸，最近我的合伙人健健太辛苦了，我给他买了一条领带。我女儿现在懂得体会别人的辛苦，好，有进步。爸，最近你在医院太忙了，就没告诉你，我已经跟项目经理商量好那个连锁餐厅的事儿了，你不会不高兴吧？我真的有点不高兴。不是你说让我独立的吗？我已经听了项目经理的话，找了健健当合伙人，又选择了一家不错的店面，现在已经开始讨论装修风格了呢。只要你把事情规划好，爸都支持你。那您为什么不高兴啊？兰州在医院里，你都没有去看过他，我打电话给你，你不能说不知道吧？哎呀，爸，你也知道我最近刚开始创业，比较忙。再说有你在医院照顾他，还有医生和护士，我就不用去了吧？葡萄啊，
不管怎么说，他也照顾你好几年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他当家人看。哎，爸，你放心吧，我答应你，如果最近不忙的话，我一定去看他。好吧。那投资的事儿，我就当你同意了。我刚才不是说过吗？只要你把事情规划好，爸爸都支持你。你放心吧，爸，我一定会好好做好的。那我先出去了。好。阿姨好，马上来。健健，哎，葡萄你来了。你怎么这么卖力啊？满头是汗。不卖力怎么行？我们小本经营啊。我们新店马上就要开张了，这个店过2天就关门了，不用这么卖力了。话不能这么说，我们干一天是一天吧。哎，来了，马上来。健健，等餐厅开起来，我做董事长，我让你当总经理，怎么样？总经理，我行吗？当然行啊！你别忘了，你以前在化妆品公司的时候就是做了总经理啊。你有管理能力，又有业务能力，是个潜力股。既然你这么相信我，那你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就好了。可是什么？可是我们把依依踢出去，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依依的事儿不是我们甩她出去，是她妈妈不同意。再说她自己也不愿意。你也听到了，她说对连锁餐厅不感兴趣，不想参加。我可没骗你吧？再说，我爸爸现在很看好我们2个的项目，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就应该好好把握。行，那我就好好干，你放心吧。嗯。什么东西啊？送给你的。送给我的。